我的神，他与我们同在的神，给了一切荣耀在这里。
礼拜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面对了神，我们面对了工作的时候，你取舍哪一个地方？你是取在世界上一切的荣辱、一切的权柄、荣耀，还是你取了耶稣的同在，得到了平安和喜乐？好吧，那就再一次来到神面前，他正在我们当中。耶稣一起说：“你们有2、3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与你们同在。”此时此刻，神就在我们当中，在你的面前，等你开口对他呼应。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对神来呼求他，寻求他的旨意，愿他的光照在我们前的路上，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就行在他的光明当中。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寻求我们的神。此时此刻，神听我们的声音。哈利路亚！说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说你爱你的神，说你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想的。天离地，你的爱就有多深，东离西有多远，离我们的过犯就离我们有多远。说何等美好，圣洁公义的神，在你没有任何的瑕疵一样，因为我们在光明中就黑暗要退去，一切的羞愧就远离我们。说我们在面前向着那些人感谢，你是奇妙的圣洁的神，你是公义，你是有没有慈爱的神，谢谢你。我的奇妙，我的荣耀，超乎万民之上，每个尊崇。我的奇妙，我的荣耀，耶稣我主，超乎万民之上，咱们赞美他，何等奇妙荣耀的神！我的奇妙，是的，耶稣荣美的救主，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献上他最高的尊敬，还有崇拜。主啊，愿你得荣耀，愿你的百姓得着神所赏赐给我们的平安。主，愿你的灵降下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今天的聚会里面，主啊，不论是讲的跟听的，都要饱饱的从主你那里得着满足。你的信息要进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哈。今天的经文，在诗篇129篇来，我们一起来读，请。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
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不干，收割的不够一把，和滚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哈。请帮我看那个讲道的 PPT。弟兄姐妹，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讲的就是那个诗篇的上行之诗上行之诗，那个上行那什么叫上行？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今天这个礼拜已经走到哪里了？走到第10阶了上行之诗所以我们今天是第10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公义的。那上行之诗从第一次就是在1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讲的。那之后我就去开刀了脚就去开刀。所以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上行之诗就从诗篇120篇开始诗篇120篇开始就有上行之诗。那我们为什么会用那个上行之诗呢？因为今年我们说今年就是锡安年，就是锡安年是锡安就是敬拜年所以用锡安山来象征那锡安的子女你们要来赞美锡安要献上。那锡安就是在说耶路撒冷，那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君王的城市。那一开始我们这整个上行呢，有15次的讯息，就会从120篇一直到134篇总共会有15次会有15次的信息。那这是上一次我帮大家再 review 一下，然后也让大家好像有一点记忆，说哇，这样乐乐等庄牧师在讲每一次的这一个就都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什么时候来吟上行之诗？对以色列百姓来讲那个圣经的诗篇是用来唱歌的，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在唱上行之诗呢？就是在他们朝圣的时候因为这上行之诗又叫做朝圣之歌，也叫做登阶之诗想当然尔就是怎么样一步的往上那什么时候是朝圣呢？有人说他们就是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他在那个犹太北国南国的时候，在主前586的时候全部的以色列的民族就通通不见了。其实不是通通不见，是变成地下室，就是变潜水艇一样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民主存在，因为它已经散到哪里？散到俄罗斯，到波兰，到欧洲然后后来美国建国，有到美国的。我们刚才第一场的那里就听到说现在全以色列他们都已经打了疫苗了那个刘医师来跟我们说，为什么全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打疫苗呢？他们已经都那个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做科研然后他说因为那个发明的那个疫苗的那个辉瑞的总裁是不是反正那个老板就是美裔的犹太人或者是犹太裔的美籍的人。总而言之，他的意思就看着的点位打个电话疫苗所以我告诉大家，以色列他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打过疫苗了，而且现在在发明什么口服的已经第二次的那个发明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好像他们在朝圣到后来怎么样？圣殿也不在啦，但是他们仍然在唱这样的诗歌，就是他们回到圣殿，心有那一个渴慕，那圣殿不在了，他仍然向着那个地方，向着圣殿的地方，在那里朝拜，心在思念，有一天神一定带我们回来。所以我们看这整个上行
丝台语叫做白夹啊、酒夹啊，那个知影夹啊就是安怎一板一杠，它那个整个敬拜是在生命当中的一个展现所以他们趁着在要朝见神的时候，在这登阶的时候，然后大家彼此在那里吟唱这个诗，所以这个诗的主题很丰富它不一定他说是敬拜上帝，可是它不一定是很欢乐的，有时候是很苦闷的有时候是很苦闷的。所以呢，我们从今天的第10节上行之诗之死，我们来看，他从一刚开始就说，以色列从幼年的时候就怎么样，常常遭受到敌人的以色列当说，我从幼年以后然后就常常遭受到敌人的那个这样子的压迫。所以我们整个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民族他们其实是在战乱当中，几乎都是在烽火战乱当中来诞生的。从起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到最后他们终于成了比较大的民族，然后去到了埃及。但是在那里怎么样？埃及法老王压迫他们所以才有出埃及。所以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就不断的征战从出埃及之后呢，在旷野当中，虽然没有敌人征战他们，但是他们好像就自己跟自己征战，有没有在那里抱怨？然后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没有得吃为什么没有得喝水？就在那当中，其实所有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的人全部倒闭在旷野，然后新的一代才可以进入到迦南。所以我们看到，从出埃及到后来以色列民族又开始跟上帝说，我们要有王，我们要有王。所以从扫罗王开始，他们成立了这一个王国以后，就不断的有征战其他的什么亚摩利人非利士人从上面来的那个亚门然后亚述巴比伦以东这样子的四方八达都是在入侵还有欺压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每一年在那重要的3个主要的节日，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边走然后边回想所遭受到的欺压还有苦情。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苦情当中，仍然在敬拜神。所以以色列他的苦情其实是从幼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从幼年以来。所以这个以色列当说，这个以他整个国家来说的这个以色列也可以说以色列整个国度来说从这一个民族，从这一个国家，从他建国以来，从他有国家以来，从有这个民族以来，敌人要屡次的要苦害他，但是怎么样？但是都没有胜过，所以我今日还可以走在这个朝圣之路上面那个苦害是怎么样？如同扶犁的在我的背上扶犁而耕好像那个耕田那个要把土刮松一样，然后那个耕呢那个犁这样很深的深入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这样翻过来，也可以说很深的在我的肉体上面，也可以说很深的在打击我的思想，就在那当中一再的被耕，一再的被耕。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耕田有没有看过耕田现在大部分都假米不知道那米安怎来人工假米不知道米给大部分我看很少人看过耕田，而且现在的耕田都是用那个什么电动的，应该是吧？我们问一下那个瑞成长老他家有。瑞成长老，你们家现在耕田是用牛吗？用什么？屁股有牛，但是是铁牛就是机器的，对不对但是原理是一样，一定要把它刮得深嘛对不对这样。所以那个犁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意思，就是很深的进去刮起来耕地刻入，然后呢有一个雕刻设计的意思，它的原文里面也有沉默不语。所以以色列在讲说我们所受的这一切的苦我们
真的是那个又深，然后又广，但是我们静默不语。好像圣经说，若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若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尤其我们看他除了这样子，整个到建国，然后一直，然后到南北，有没有到南北朝？然后到最后没有了，巴比伦、波斯，整个已经没有没有他们的那个朝代，没有这一个国家了。在主前586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国家了。我说他就潜入到下面了，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面其实有的，但是他潜到下面，在各国里面，到各国里面，然后到什么时候，犹太人又再一次的被注意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遭受德国的纳粹党怎么样？有屠杀，就是透过那个集中营，然后在那个毒气里面，那杀死有600万人，600万人，也可以是整个这个犹太民族通通要灭掉了。我要说的是，不只是圣经记载的犹太人所面对的这样子的苦害，到如今建国以来，犹太人他们仍然在这样的苦痛当中。我不知道一个民族如果一下子杀掉了600人，全世界那个时候的犹太人600人是占他们600万人是占他们全民族的2/3。所以每一个人他一定有家人是在大屠杀里面，已经是被杀害的。那这当中也有幸存者，幸存者出来是这样。当我在神学院第一次看到那一部电影叫做《消失的1948年还是49年》，那最后看到那是纪录片，然后最后看到从那个集中营没有被毒死出来的人，我真的是整个眼泪就掉出来了。就是像这样子，还更瘦，那可以很像以西结所说的那个骸骨的人，就是跟他存不逃，然后男人，然后他整个脚就这样子，就很像你看到那个骷髅一样，瘦到不能再瘦。但是从这个当中，以色列再一次的有复活，因为他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公义。我们曾经问过一个就是一个牧师说，他问一个校长，他是在德国的国小，他说：“你阿公是在德国被杀死的，就是在这个第2次世界大战里面，那你为什么还要在德国？然后你为什么还在这个民族？你心里不觉得很恨吗？”他说：“我阿公叫我不要。”我阿公以前就有告诉我说，不要随便去恨别人，然后再来就是整个事件，这个犹太人被大屠杀的事件已经都有处理了。在这里，德国他也道歉了，然后我们怎么样也接受了，所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怨恨。那我看最近有一篇文章，有一个吴维敏他就是台湾人嫁过去以色列的，是现代人。他也跟他的同事挑衅说：“你们难道不讨厌德国人吗？”他说：“虽然我知道他们都会怎么回答，他就打破。他说对待犹太人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就说：“那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一直问。他后来发现，以色列人真的对于德国对他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他们不会再记恨了。他很佩服。他说他很佩服这一个民族。那我想在这当中，让我们更透过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他知道怎么样，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会为他们伸冤的。这里有一个这是德国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德国的犹太博物馆在柏林，它有一条路，其实那一个
你如果有去德国应该要到这个犹太博物馆去看一看听说这个博物馆它没有入口，但是你到那里能够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当初犹太人在这个整个被追杀，在各国当中那个无奈，连那个建筑都会让你感到很闷。所以需要到外面，你就会发现说，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多美好。然后这是其中一条路，一个走廊，那你走进去，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踏着地上这一片一片的钢片。那一片一片的钢片它怎么来的？它就是从炮弹打来的，把它打造成一张一张的脸。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的作家，这个艺术的创作者，他就是要用这一张一张的脸代表什么？代表犹太人民的脸，总共有1万片，然后通通是嘴巴张开的，然后有一个眼睛这样空洞，那好像无声的呐喊。但是很矛盾的，你一定要走过那一条路。那当你走路的时候，又会触动那个每一片钢片，又会有哐哐的那声音，那个是震撼在你的心里面你再怎么想行走，还是有声音。然后这一条路好像也不太短1万片。透过这种种的艺术创作，也让我们知道，德国人他在他的国家有这样，其实是他不想忘记，他也没有忘记。甚至德国的总理，有一位总理，他也跪下来承认他们的错误，然后所做的这一件事情，而且他说这我们永远的永恒的责任。所以可以想到，所以德国他一直就很积极的在这一部分在面对着他们过去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那受了这么大的苦情的犹太民族以色列人呢，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上帝透过犹太人他的苦情，他在告诉你什么？你知道在过去的圣经历史里面怎么写这一个民族吗？然后这个民族到后来到新约以后，就几乎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了。那犹太人好像就不见了，但是其实他已经活生生的在各地就在那里上演的，你知道吗？然后你明白吗？上帝要告诉你什么？要让我们知道他会为我们伸冤，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其实以色列人他付出了那么大的生命代价，上帝是借着那个来警戒我们。在罗马书第5章的第3节、第4节，保罗他已经在西元的初年、主后的几年，他写这个时候已经在安慰了。我想这一句话也成为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你的安慰。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患难会生忍耐。我不知道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生出什么？但是这里跟我们说，患难会生出忍耐出来，然后忍耐会生出老练，老练最后会有盼望。感谢主，这个是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患难有时候会生出什么？害怕，对不对？患难会生出什么？患难会生出怀疑。患难还会生出什么？生出悲伤。患难会生出什么？生出自爱自怜。你自己自卑，就是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今天才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在患难，但是他在这里鼓励我们说，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信仰时常就是叫做很矛盾的，虽然很贫穷，但是很富有。
虽然在患难之中，但是心里面也有喜乐。虽然在死亡的威胁里面，但是充满了生命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你没有发现这个信仰就是如此的真实吗？他不是说因为你缺乏了什么，然后你来跟我求，我就给你。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他是说他要与你同在的。阿们。所以就是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只要抓住他，我们就在患难当中，即使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心里也是怎么样？也是有满足的，我们也是饱足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永恒的主，而且他是全能的，也知道他一定会出手，即便这个时候好像看起来是沉默。所以在这一句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百姓其实他知道上帝会为他们伸冤呐。这个第5节到第8节的经文这样子说，怨恨锡安的都要蒙羞退后。蒙羞对他们来讲就是最大的那个，因为他们是社群，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一起生活的，比较是一个很团体的这样子的民族在一起生活，所以对他们来讲那种蒙羞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你必须离开，比如说患了麻风病的人，他要怎么样被隔离，然后就要到营的外面，就是在他们居住的这一个社群里面的外面。我不知道在场的有没有人被那个叫做什么居家隔离14天过的人有没有？有没有人居家14天过？没有，有朋友过，对不对？我想那14天应该我也有朋友。就是很孤单，对不对？一个人，然后只能通过视讯。那时候还没有那个，你如果是以色列人被隔离，所以对他们是蒙羞退后，就是不能跟我的亲爱的那个的家人，还有这个整个我的民族在一起我就感觉到真的是很羞耻了。然后他说，愿他们像这些敌人以色列。从这里我们看到这犹太民族，他对于那一些他的仇敌他用这4句话来表达，说好像那个房屋上的草还没有长成就枯干了。房屋上会长草，特别他们住的房子上面因为是用泥土跟草来盖的，所以那个草还没有干，里面那个种子可能还会复活，但是长不了多少。所以呢，收割起来连1把都不够，要把它捆成那个禾捆呢，也不到1捆。所以呢，他这里还说，过路的也不说什么，愿耶和华所赐的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2句话就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会对他的亲人、好友、邻居，还有旅客，就是路过的人，他也会这么样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我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但是他说连这个我都不说，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心里真的是很气那些仇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到建国之后他们都是祝福别人的，他们就如同起初以色列那时候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这里诗篇23篇的13节华语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对呀，如果不相信在活人之地可以看到耶和华的恩惠早就已经吓破胆，而且死掉了。所以没有再大的困难可以击败我们，因为我们从犹太人的身上看到这一个榜样，从犹太人的身上看到这一个榜样。所以复国以后呢，犹太复国以后，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它仍然好像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跟神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祝福万国、万民、万族，在这当中。其实他们不爱征战，但是因为四周围都是敌人，所以他一定要抵抗，站立在那里。所以这一个灯台也是用炮弹做成的，他用炮弹做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金灯台来敬拜神，说神啊，我们就在炮火当中被蹂躏，但是我们期待这炮火能够成为敬拜神的，不要再有这样子的一个炮火了。然后从古到现在，以色列他们一直领受的就是上帝给人创造人的起初的一个命令，就是要让我们治理管理这地。所以前几年我们整个国家地产学了 Tikkun Olam， 就是要修复世界，跟以色列学习这个修复世界的使命。每一个以色列人，他的骨子里面就知道，他来到这世界上一个使命就是什么？修复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失去起初神所创造的样子了，所以再一次寻回上帝给我们那个权柄，就是治理管理这世界，然后让它能够恢复神所创造的。那我在这里要请我们影音同工帮我放那一个影音档。我们借着这个影音档我们来看到这一个民主。这个影音档是以色列的国歌，我们不用站起来。我想，如果以色列人他会站起来，他的国歌很短，只有1分多钟。我请你注意看他的国歌的歌词。以色列的国歌的名字希伯来文叫 Hativa，Hativa 的意思就是希望。1948年，他们建立了这个新的国家，是恢复了他们的国家。注意看他中文的翻译这个歌词。你看，连整首以色列的国歌就是希望。这一个在全世界，其实好像在2次世界大战一发生的时候，他们好像过街的老鼠，到处被打，好像要被立功有被他追袭，在这当中。但是到现在，其实很多欧美的国家，他们也有那一种非理性的反犹，就是仇恨犹太人。但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借着犹太人这一个民主，他能够在我们的帮我放回整片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学习。刚刚那个最后的结语，所以我们最后结语要来说，我们看到这整个犹太人，他的心里面就是知道说，上帝耶和华上帝就是公义的，即使他的生命里面遭受了许多的冤屈，但是上帝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他要砍断了那所有恶人的绳索。恶人的绳索，弟兄姐妹，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捆绑，有什么样的绳索呢？上帝要顾念你，而且他要为你伸冤。你可以为你自己来祈求，你也可以为国家来祈求，为你的家庭来祈求。有时候我们是整个家庭陷入在冤屈里面，有时候是整个家族在被压制的当中。
但是我相信也有的是个人，你遭遇到那不平的事情，但是只要你到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将你的苦情向我们的神陈明，他就会接纳你。上帝他要接纳你，接纳你那没有虚伪的祷告。愿上帝的公义来为你做主。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即或你现在是生活在那一种无忧无虑的当中，但是你还可以成为来到上帝的面前，为那所有一切不公义的事情怎么样来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公义，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需要有公义。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在台湾的社会公义多吗？公义的表现多吗？你咱社会所发生的代志，在我们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公义的事情多，还是那罪恶的事情多？一定是罪恶的事情多啊！每天报纸还有那个新闻在报道的都是罪恶的事情嘛，对不对？最简单的就是被撞到，大家也都是什么？都是你的错。撞到这种 K 流的代志，好像在最近的新闻里面，常常就是2辆车只是这样 K 流，然后就可以很大的在那边吵架，甚至拿出球棒或者是拿刀出来。哇，那一天看到一个爸爸好像被弄到，然后他就打电话叫他儿子来，他儿子来是拿着一支刀来的，然后又在那里协调。你没有看后面，好像觉得那个老人家被 K 的好像很可怜哦。可是他是打电话回去闹人来，然后那个拿刀子，他儿子拿刀子，然后威胁另外那个年轻人，所以那个年轻人怎么样？坚决不肯原谅，他一定要提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心里很沉痛，对吗？这绝对不是只有别人家的事情，我们台湾需要公义。当我们在这公义当中，真理的意思就是真实，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然后这当中还有良善。好，今天早上的早祷我带光明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跟真实、诚实。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这些果子，好让台湾得到祝福。阿们吗？因为这个是在台湾的社会上这样子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需要来将我们的那个一个影响力，好的影响力要把它发挥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首先将我们自己的苦情交托在你手里。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平的遭遇，从过去到现在，甚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那个深深的伤痛。主啊，我们将这些交给你，谢谢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承担。主，我们也刚在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国家献上祷告，愿你来将公义带给我们国家，将你的光明带给我们的国家，好让台湾是成为众国的祝福，好让台湾是成为世界的祝福。主啊，当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成为那个口罩国家队可以帮助人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光荣把它延续下来，好像我们台湾的人的心就被感染，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在光明当中继续下去，好像台湾能够蒙神的悦纳，台湾更多人来认识你，让主你的荣光充满在遍地。哈利路亚！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的爱是何
我们请新荣新荣长老报告。我们在他们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2次，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的下周的一个事工分担，我们可以自己来看。好，我们来翻到第3页的部分。周间的聚会也可以自己来看我们来看消息报告。我那个传教部奉献主任赶到10月25号那也请弟兄姊妹也为了这个事情来奉献。那今天庄牧师是前往2水教会请来跟讲道。那下个主日是大众传播主日，也为了这个事工来推展跟关系跟带导。然后再来就是今天的华语礼拜后会召开复活节的传光游戏的筹备会请同工们来出席参加。然后再来就是6月份将举行洗礼预备洗礼者，就是不管是小儿洗、间洗礼或成人洗礼，可以开始来报名。那报名单可以在接着出来收取，前往直接交给我们的陈牧师。再来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读经群组，从5月份开始会改成是来读每天读5章，也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加入在这个教会的群组当中。这种群组当中可以有一个互相互相的勉励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指引，让我们能够在读经的这件事上更能够跟上，也能够大量的吞吃神的话语。好，然后我们在第10点，在6月12号的时候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我们要举办这个旧约圣经由衷讲座。这些有口诀加上动作，这些有一些活泼生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一天里面可以学会懂得整个圣经的架构、人物、历史还有这些事件。那每个人报名费是600块钱，包括教材那当然，当你上我们整个全程的课程的时候，是可以全额退费的那而且我们那天中午会提供这个午餐。那如果要报名的，可以向我们的一个执事长老跟我们的君安执事来报名。然后我们看到代祷事项，第一个是为了鹿港地区的复兴与转化来代祷，求主掌权；第二是为了我们的姐妹教会基督帮教会的兴旺跟宣教代祷跟奉献；第三个也为了我们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晋升成愿云元兄回国，曼丽、刘俊元兄，还有丽香姐。锦囊兄，还有我们的茉莉牧师、思长、维坤，还有十字家长老，我们已经将这个事情都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那会计报告我们可以自己来看，有出入的话，可以向我们后面的会计人员来重新再来更正。好。我们也欢迎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陈先生、陈元胜先生，我们给他鼓掌他在3月底，陈先生请坐。他是用 email 传给我的，我想他应该就去 Google 鹿港长老教会到底哪里有 email，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教会的 email。然后他写在教会的 email 说他想来参加聚会，不晓得时间怎么样。那牧师就回了他，那再来他又跟我说，因为家里有年长的需要照顾，所以那个早上9点半的时间没有办法。我说有一个11点的，哇，那我就回他以后我就开始看他有没有回我。结果刚刚10岁长老跟我说，有一位陈先生，我一看名字，我说哇，他就是跟我传 email 的，感谢主，他今天就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愿上帝赐福他，愿上帝赐福他。好，我们一起起立来领受神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长阔高深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感动、扶持、团契，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